气象署昨暉尾仔5点半的时阵，是已经解除风台的警报。这一届风台为家己登陆扫入来台湾，路线是真罕见。不过风是规个算叫，造成中南部几下的县市失电。其中家己甲台南是上界严重，到目前为止，也阁有18万外户要无电通用。12支行乐器做地打造14公尺，台南北门区南昆新大牌楼，互风台吹倒去，规庙拢浸伫积水内底。屋顶都还没啊，都是冰冰有的声音。昨天这个倒的时候，你们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，因为风太大了。庙方表示，行乐器迄时阵每一支爱400-500万，即嘛是无价之宝。目前干那省整理收藏，过来评估是毋是电器。七股区是出现12级的强风，将10分之350岁厝顶红砖叶吹到满天飞，惊到居民规暗唔敢困。敢睡吗？没有睡，还没睡。所以几十当然唔捌遮严重啦，今年上严重。根据气象气象分享，丹那市员讲是台南37年来上强风台，也是120年来第一个登陆假期的风台，也是为1986年维稳风台了后，第二个为中部以南地区登陆中度风台，干来占所有风台当中6.7%。上一次在嘉义沿海登陆的台风，已经要追溯到120年之前了哈，所以说，那这个地方都是平原的地形哦，所以它一旦登陆了之后，从海面上进来的这个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挡。但那些风台用罕见的路线造成中南部真侪县市严重停电，其中台南市甲嘉义县市上严重。台电表示，嘉南地区缺少地形屏障，损害员工是40年来上严重。因为这个大概是40年来第一个从这个云嘉南平原进来的台风，所以它都是平原嘛，没有什么阻挡，所以损害的情况还蛮严重的。那台电已经从南部、北部还有东部都调人员下去，主要的云嘉南去支援的。台电统计到7月透早4点，全国捌停电户数有83万2000多户，台电人员全力抢修，也有18万3000多户还未有电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一直到明天礼拜2，其实包括在中部跟南部，还是断断续续会有一些雷阵雨出现。另外，在南部地区，我们预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。气象署昨尾仔5点半解除丹那市风台警报，算是受外围环流影响，还是要特别注意强降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